咁大意，好容易就成為賊人下一個嘅目標。各位揸車嘅朋友，千祈唔好將貴重嘅物品留喺車廂裏面，如果唔係，好容易就引起賊人嘅注意，招致損失。仲有，離開前記得要鎖好門窗，唔好俾賊人有機可乘啊！你個袋啊，槍唔記得閂。